聖經金句句句今日朝一句，好開心啊！老友記早晨啊，喺廣州咧，早上食早餐咧，多數都係廣府人嘅傳統早餐啦，點心啦、皮蛋粥啦、炒粉麵咁啦、油炸鬼啦。靚仔牧師可能咧就習慣咗啊，揾唔到傳統嗰啲海南咖啡啊、個 B 啊、個 B 個鬆啊，好似少咗啲咩嘢咁喎。好彩啊，靚仔牧師從新加坡咧就帶咗呢個海南咖啡啊，一沖水就可以得到可以飲到新加坡味道嘅咖啡啦。靚仔牧師唔知係咪中咗海南咖啡嘅毒啊？中毒咗啊，要解毒啊！好啦，今朝早嘅金句係約翰福音1章12節，凡接待耶穌的，就是信耶穌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做呢個神嘅兒女。約翰福音1章12節，凡接待他就係耶穌咯，就係信他就係耶穌名嘅人呢，他就賜他們權柄做神的兒女啦。上個禮拜其實靚仔牧師真係好興奮好高興啊！除咗完成主日崇拜嘅講道呢，我比較用呢個幽默嘅方式嚟傳道啦。我就將呢個信耶穌咧講，我就講啦，信耶穌唔係一種一種你唔好當係一種宗教，反而係一種恢復與天父關係嘅一種基督信仰，所以關係係最重要嘅重點咯。信耶穌接待耶穌啊，我哋信耶穌，我哋接待耶穌進入你嘅心，你就是上帝嘅兒女，你是上帝嘅兒女啊！你嘅身份啊，你嘅身份就係老王子、老公主啊，在上帝嘅眼中，你嘅身份係神嘅兒女，一種尊貴嘅身份啊！所以信耶穌，你嘅命運就即刻改變，就提升咗你嘅身份，唔再受社會人士睇唔起啊，see you no up 唔會噶啦，你嘅價值咧唔再係人嘅嘴裏，反而係在耶穌嘅心裏啊！所以耶穌會唱俾老友記聽，我的心裏只有你沒有他，係咪？神嘅兒女嘅尊貴身份同埋你嘅價值啊，對我們啊係幾咁重要呢？結果呢，有幾位老友記啊，我講完咗之後，你有幾位老友記就舉手要出嚟，佢又出嚟到台前信耶穌接受祝福。點知咧古仔未完啊，其中有一位 uncle 啊，帶住佢個老婆信耶穌，但係佢自己就唔信喎。嗰個禮拜佢自己又唔信喎。呢位 uncle 啊，上個禮拜一咧就見到我 uncle 就稱讚靚仔牧師，佢同我講，我好中意聽你講道，幽默，好有人生嘅意義，好有趣味啊！靚仔牧師就直接咧同佢講啊，你咪直接聽咗之後，你咪直接信耶穌咯。你上個禮拜你聽咗我講信耶穌好嘅話，你聽咗之後，你而家即刻嚟信耶穌啦。Uncle 咧就唔好意思話唔敢信。佢就話佢自己嘅問題，因為佢係拜祖先入廟嘅問題。靚仔牧師就拉住佢同埋老婆咧一齊入去一間比較靜嘅房間咧嚟解答佢嘅問題。其實都係嗰啲華人民間宗教嘅問題，都唔係好大嘅問題。靚仔牧師就好細心嘅與佢同佢呢個解釋，就同佢講，你唔係第一個信耶穌面對華人宗教嘅呢個問題。呢度教會好多人都同樣面對，但係最重要係你要先相信耶穌，
接受耶穌成為你嘅救主，你就可以一步一步慢慢嚟解決所有華人宗教、民間宗教嘅問題啦。最後我講，你相信耶穌嗎？你相信耶穌嗎？咁呢位 uncle 咧，佢就講：我信耶穌，我信耶穌。咁我再問多二大弊，你真係愛信呢位耶穌？你愛唔愛信我呢位耶穌？我嘅耶穌就係愛你到底，錫到你窿晒嘅耶穌。你愛唔愛真心嘅接受耶穌成為你嘅救主呢？結果哈利路亞，uncle 啊，願意信耶穌啊，靚仔牧師咧就即刻帶領呢個 uncle 做一個接受耶穌為佢嘅生命救主嘅祈禱喎。感謝主嘅恩典，一個靈魂得救啦！只要你接待耶穌進入你嘅心，神就會賜給你權柄成為神嘅兒女喎。所以靚仔牧師就好興奮好開心咯。老實話，上帝使用我用呢種嘅幽默、風趣、誇張嘅講道嘅方式，咁就可以吸引某種人，就開舉一種接觸人嘅機會，俾人一種第一個印象，就有機會一個好嘅印象啦，咪就係有機會傳福音咯。感謝主，希望靚仔牧師嘅粵語金句能夠發揮到幽默風趣嘅特色。如果你聽咗粵語金句幾擺啦，你未信耶穌嘅話，希望你今日考慮嚟信耶穌啦，好嗎？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喎，拜拜啦。